热兰遮城历史。1624年，伫一群星起城，因为无庄仔通起，就先故沙土甲柴棒，号做乌兰耶城。1627年，改名做热兰遮城，嘛豆豆仔改做用庄仔来起。1633年，热兰遮城起好，台湾城初初就是安尼，范围有277栋，佮6笑遐宽，3栋外悬，分做3站，有内城甲外城。1662年，郑成功甲热兰遮城占起来了后，甲改名号做安平，内城改做内府，所拜台湾人甲叫做王城。郑成功住伫遐干那5月日，就过身啊。1823年，大港水库，遮地理位置无像较早遐要紧啊。1874年发生牡丹社事件，日本走来拍台湾，清国派辛抱征来守台湾。1895年，清国甲台湾割互日本，设安平支厅，属台南厅。1897年，因为安平海关无所在通去宿舍，就甲热兰遮城一部分甲拆掉。伫顶面用庄仔登起3站台。1908年，较早伫清国时期，伫安平埔头遐有一个白色圆形的灯塔，甲刷去台仔顶西北边，有派人伫顾，寺庙会死一届，通引带尊者。1930年，为着要庆祝台湾文化300年，日本总督府甲平台4箍位仔遐的厝体拢甲拆掉。具体平台顶面迄间公馆嘛改做展览的露营甲招待所，就是即马安平古堡史迹展示馆。1935年，日本人古里亚马五一节有画一张图记录热兰遮城的遗迹。日本人就安尼甲热兰遮城博物馆西平面的人家厝甲买起来，过来将遐的厝拆掉，搁要甲遗迹挖出来。伫古城西南边有发现甲宝的地基，落尾却因为和中国战争无搁继续。1975年，配合观光年计划，台南市政府甲环境整理好势，搁伫楼台顶面嵌一块尖尖的厝挂，搁甲墙围擦做白的，就是咱即马看到的安尼。